再来看花莲的寿丰乡，早起有一台箱仔车弄到路树边车，车顶4个人虽然是无啉酒的反应，也毋过拢是未成年，驾驶接17岁，其中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飞出车外，送病院时已经无喘气，目前搁在急救，其他3个人嘛拢重伤。画面内底银色的旅行车，规个摒弃倒头载伫车路的，车的零件甲用品是碰到规单位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去救人，发现原地坐伫副驾驶的一个12岁查甫囡仔，规个人喷出去，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其他的乘客是吊伫车底，受到轻重伤，分别送去主治，甲门洛病院治疗。车上总共有4位伤患，其中2位已经昏迷，2位清醒，其中1名副驾驶座的人员已经抛飞到车外，并且呈现欧卡的状况。警方去研做酒精的测试的时阵，发现讲驾驶的酒测值虽然是0，不过敢若17岁，因为偷驶厝内的人的车载朋友出去佚佗，透早5点外，伫咧经过寿丰乡大概11.16公里的所在，哪像精神歹，才去弄到路边的树仔。据我们警方了解，是温姓男子跟他的朋友因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，那晚上开车到台东去游玩，到今天清晨才返回花莲，可能是疲劳驾驶造成这一次的事故。警方强调讲，也未满18岁无照驾驶，除了当事人要罚款6000块至12000块的罚款，若发生事故，也要面临过失致死、甲伤害刑事责任。另外，监护人甲法定代理人嘛要陪同去上3点钟的道安讲习的课程。若家长对这件意外发生，是要无愿意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